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日本近年出現咗一個奇怪嘅社會現象，就係啃老族，又名巨嬰。啲青少年唔願意出嚟社會做嘢，一畢業就留喺屋企，每日打機度日，冇社交，完全唔想接觸人群，靠年邁嘅雙親供養。正一飯來張口，佢哋樂於沉醉喺網絡嘅虛擬世界度，冇理想，冇人生，過得一日得一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呢啲寄生蟲真係人人得而誅之。啲父母已經將佢哋大半生嘅青春奉獻咗俾呢個社會同家庭，理應到咗退休年齡可以安享晚年，承歡膝下。但事與願違，好多70、80歲嘅老人日打2、3份工，賺取微薄嘅薪金，再加上政府嘅助老金去支撐全家嘅生活費，有病唔捨得去睇醫生。佢哋無私嘅付出係冇得到做仔女嘅感激，更加冇慚愧之心。見到呢啲新聞真係一單都嫌多，絕對係聞者傷心，聽者流淚。香港人一得閒就話返鄉下，返時返，千祈唔好帶埋呢股歪風返嚟香港。呢啲不良嘅風氣，我哋要正視。中國人有句説話：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。前人嘅做人道理要銘記於心，做得一家人，有今生無來世，唔好等到造成永不磨滅嘅遺憾，先至悔不當初啊！雙親能夠活到高壽，係仔女莫大嘅福氣，因為佢哋就係呢個家庭嘅活寶。千祈唔好怕醜，每日錫佢哋個面珠仔一啖，講聲我愛你，肯定令佢哋笑逐顏開，活到120歲不是夢。